后来乡亲继续来看，这是台北市的树林捷运站出现一个专门锁定男性的奇怪的男子，拢是经查甫的一日工队。到一个王先生出站了后，都会一路甲对。这个王先生感觉日日都用走的，想袂到对方嘛甲捉到，佮甲呛讲你佮走啊，甚至甲喷这个不明的液体。王先生真惊吓，冲入去附近的银行喊救人。 调查的结果，讲这个查甫人已经出现伫遮4档咯，拢是经查甫的工队，嘛会讲客工网，所以若不是伫树林的捷运站出入的乡亲，才注意这个。行出捷运站，王先就发现讲后壁有一个人对调调，伊若是回头看，迄人嘛会看伊。一路行出捷运站，伊感觉这人真正怪怪，想要走的时阵，抓去用喷物件。 他就停下来，然后就好像你发现我这样，然后我就走，我就接近到2公尺，我就转头问他说你要干嘛，然后就拿东西喷我。这是发生伫树林捷运站8月2日透早9点外，当时王先要返去厝里，伊知影讲有人一直对伊行，伊出捷运站要过段路的时阵，这个人就捉过来对伊讲：“你搁走啊！”后来搁对伊的面喷唔知啥物物件，伊惊一条，赶紧走入去银行喊救人。 稍微拖到我的手，脸应该有一点，但是就是我就赶快去冲。但不知道是什么的。不知道。代志发生了，王先甲这过程扛去咧网络顶悬，伊讲2当一个捌拄过啊，过去嘛定定去互伊摸还是卡，嘛捌看过别人去互啰嗦。他也对其他男生也是这样啊，就是故意走在后面，然后这样去弄一下。 这个查甫人大概是35岁左右，高168公分，常常拢穿假啊、牌牌啊，会出现伫树林的捷运站。介先是会针对有咧健身的查甫人，就是身体较臃肿的。虽然讲王先已经报警啊，但是目前恐惊嘛只会当用社会法来侦办。伊提醒会伫树林捷运站坐车的民众，还是经过的人，要注意这个怪怪的查甫人。